昨天晚上也是断断续续下雨，今天一整天都穿梭云雾里，安静平淡，那么特别事情发生，雨渐渐转小，天气逐渐好起来。今天回想起来跟心情一样，今天连续给杨先生请客，他这趟帮很多人祈福，有很多人赞助他的旅途，而最后没花完的钱，杨先生还会捐出去，伟大。37番让我印象深刻，天花板有575座画，还遇到有人结婚，也被感染一些开心的气氛，超多可以充电的。我最开心的是这里可以洗澡，只需要100台币，天堂！超爱37番，赞！我也依靠杨先生吃到了日本的居酒屋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